成都18歲燒烤哥勁歌熱舞燒羊肉，呢個唔係跳舞比賽，更加唔係 disco， 佢係四川成都鼎鼎大名嘅燒烤哥，唔止喺夜市燒下羊肉抽刀魚，仲好中意跳勁舞添。我喜歡他，我覺得他好有味道，我覺得他比鳳姐可愛多了。就為了看他們蹦迪哇，蹦迪多開心的。仲有人揾佢簽名添啊！但啲烤肉好唔好食先？10塊錢的啊！你是衝到他羊肉串來的，還是衝到他的人來的？衝到他本人，但肯定他說他羊肉串也好吃嘛，我們就來嘗一下。不過燒烤哥有女友噶啦，唉，班女 fans 一定好失望啦。我師傅給我說的，對所有事情要專業，不可能花錢。果然係名師出高徒啊！燒烤哥嘅師傅係邊個？咪係佢咯，仲嚟個師徒比武添，邊個勁啲？咁就要大家評下啦。